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16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10月底南韩举办川习会了后，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时的时搁再讲电话。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就表示讲，习近平有表示，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了后国际秩序真重要的一部分。也毋过呢，川普总统甲白宫拢表示，因双方无讨论到台湾议题。行政长杜英泰咱是强调，咱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并无回归这个选项。继续10月南韩川习会了后，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时搁通话。川普随后发文表示，两个人进行真好的通话，讨论陆乌分台年黄豆的议题，也讲家己会伫明年4月访问北京，也邀请习近平访问美国。The call, it lasted about an hour, and it was a very positive call. The focus of the call was really Russia, Ukraine did come up, but the focus was mainly on the trade deal that we are working on with China and those relations and how they are moving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对川习通话内容，为川普甲北京拢无提起有讲到台湾。也毋过，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指出，习近平向川普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了后国际特殊重要的部分。佮讲，美国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华尔街日报报道，即摆是由习近平主动打电话予川普，将焦点放伫台湾议题，也毋过川普将话题转向乌克兰。只要是有助于管理中国在区域所带来的单边风险，我们都会正面看待。中方的不实叙事无法改变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事实。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主权独立的国家，2300万的国人没有回归的这个选项。中方在新闻声明中再度蓄意片面扭曲我国主权地位与相关事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企图胁迫台湾。然而，这些文件以及联合国的相关决议都没有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行政院长杜英泰强硬回击中国，外交部是强调，咱国驻美代表处密切关注美中高层活动情形，佮甲美国保持沟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因为日本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即马当紧张，美国总统川普是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电话讲话，再搁卡互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美国甲日本双方即马拢确认讲要强化因两国的同盟关系。另外，嘛有针对印太局势，也有美国提出乌克兰的和平方案来交换意见。日本媒体报道指出，川普甲高市早苗的电话会谈是由美方伫2时的美中元首通电话了后主动提出，对战时间差不多25分，这原来是10月25以来两国领袖第2届电话沟通。トランプ大統領からは昨晩、行われた、米中首脳会談を含む、最近の米中関係の状況について、説明が、ございました。伫台湾有代志讲话，互中国强烈不满。日中关系变正歹的时阵，美中领袖的電話會談，嘛搁再聲明伫安保方面的密切合作。現下の国際情勢の下で、先般のトランプ大統領の訪日に続きまして、日米間の緊密な連携を確認できたと、思います。トランプ大統領からは、私とは極めて、親しい友人であり、いつでも、電話をしてきてほしいというお話がございました。除了甲美国的高层对话，日本嘛伫联合国做出外交的回应。针对进前中国引用联合国宪章第53条甲107条所讲的特国条款，主张会当动武阻止日本行使自卫权。日本透过外交管道写配予联合国讲，日本政府也是坚持专守防卫的立场，无发生外来武力攻击的紧急状况，都无行使自卫权的问题。中国的解读完全错误。但是日本有关自卫权的准备，特别是瓦近台湾的乌那国岛等岛屿，要部署射程60公里的空3式防空飞弹。中国外交部2时对这样代志表示，日本伫溪南各岛屿部署攻击性武器，是引起区域紧张的危险行为。中国甲周围的国家拢爱特别警戒。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另外，中国国安部伫昨昏嘛要求讲，有耍网络游戏的中国人就要注意，看这境外游戏内底话，若是画着地图，敢有甲台湾画伫中国的范围内？若是无，就是涉嫌危害国家统一，会当来举报。即摆有专家是认为讲，游戏业者为着中国的市场，通常呢袂去得失中国，那么避免政治敏感的作品。
大なる人民共和国。台湾团队做的手机游戏《逆通剑烽火》以反共题材，今年4月这个杀出来就引起关心。香港国安处6月以这个游戏包装歹毒港独，违反香港国安法，禁止下载，电脑吸引民众好奇下载。一个台湾游戏团队撤足2019年杀刑案，游戏内容暗中笑点肖像维尼，引起中国耍个人强烈抵制，被迫落来，到尾伫官网重新上网。那台湾游戏达到中国敏感神经，以日本做背景的外国游戏更提向心事。互人发现耍个人选英雄印度势力，会当占西藏做领土，暗过选择中国，却无法度纳入西藏，引起中国网友抵制声音。中国国安部嘛大文要求中国耍个人爱注意境外游戏，佮讲若是有牵涉到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加领土完整，会当直接举报。对于游戏厂商来说，本来就会去避开。关于一些比较政治敏感的议题，就是一个游戏，其实只要做得好，对，大家就是会去玩它，就是不太会去特别需要去讨好大陆玩家，比较少见。电竞主播认为，游戏厂商为了拍入去中国的市场，大部分的避免游戏牵涉到政治议题。但是中国增加注意境外游戏，缅文表示，游戏牵涉到中国版图的时阵，故意画唔对去，甲台湾为中国画出去，甲中国元素的角色，设做阴险感慨形象，拢会当举报。外界解读，中日因为台海议题关系紧张，引起国际的关心。中国是要控管不利家己的言论，继续传开。他这样子的一种作为，他其实，他也管不到国际社会其他国家设计游戏的这个共识。那至于说对于他们自己国内的一些老百姓在玩这些游戏，我相信这些老百姓他也不会去特别关注这样的议题。但是中国一直伫交代，国防部2号表示，查到共机11台共揽5架出海，嘛罕见的搁再掌握中国一粒空飘气球出现伫台海。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所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的天气也是受东北风影响。另外呢，伫早8点的时，今年第27号的风台天琴嘛已经形成。这个风台袂扫来台湾，也毋过会对咱台湾带来水汽。咱来看云图。今仔日咱日时水汽有减少，天气是较稳定，只有正方面有南山的雨水。也毋过暗时到明仔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雨水就变较高，会转做局部短暂雨的天气。南部、中部山区嘛有机会会落雨。因若今仔日透早上低温呢是出现伫苗栗公馆，敢若11.6度，这是入秋以来的上低温。中部以北宜兰低温是15度左右，南部花莲台东低温是17度至18度。因若日时高温的部分，伫北部宜兰花莲高温有22度，中南部台东高温是24度至27度。中南部日时暗时会感觉较凉，所以温差有较大，乡亲早暗都爱记晒衫，爱穿好少。食药署公布12间业者计用18项化妆品去验到会致癌的苏丹红色素，所以即马限期回收。台南的卫生局有去台南一间生技公司去稽查，有封存6000支保护嘴唇的唇膏。卫生局即马是表示，台南这间业者因是主动通报回收的，因若刷落来，市府会继续监管。台南市卫生局人员2时下晡去安定一间生技开发公司，当场封存将近6000支的护唇膏，主要因为卫福部食药署公布第2波禁用色素名单，牵涉一间原料供应商向全台12间业者提供原料，其中18项产品验出有色素苏丹4号，内底嘛包含侪知名商品。那台南这间业者主动通报，卫生局专属封存，后续会持续监督落价甲回收。益宏企业有限公司进口的红色复方原料3批，批号分别为今年的1月13号、2月18号及10月10日，含有化妆品禁用色素苏丹4号。卫生局接获讯息之后，立即针对台南市的名单进行查核。台南的业者讲，这项产品是委外代工，原料是新加坡原厂，目前对方8回无添加苏丹红，嘛提供 SGS 检验报告证明。根据了解，当时台湾也未建立针对化妆品的苏丹红检验标准，虽然业者甲代工厂拢尽力咧找证据来证明产品的安全性，不过受到现行检验机制限制，到大也无法度摕到明确证明资料。台湾那时候
都还没有制定化妆品中含有苏丹红的检验方法，所以台美检验是用食品的检验方法去做的。那检验报告出来之后，代工厂其实也很积极的，在11月4号的时候主动联络食药署这件事情，但是食药署跟他们的反应是，他们不接受食品的检验方法，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等化妆品的检验方法出来之后，我们才可以送验。这杯河豚糕是2021年上市，业者10月中接到通知，主动落价，因讲落买一批6000支，并无留去市面。业者嘛讲，无论消费者当时买，公司会当专业退费，积极承担责任。记者陈台南采访报道。甲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今年流感疫情伫11月份虽然有转好，也毋过疾管署即马研判讲，伫明年1月至2月，伫旧历过年迄卡刀，阁会出现新的一波疫情高峰。因为即马台湾含日本主要流行的病毒，拢是较罕见的 H3N2。为着感冒了后，有可能会引起肺炎、脑炎才会重症，所以袂使无细致。疾管署嘛提醒，有打算要出国的乡亲，就爱量早去注意防蛇。来看联合报，台积电前资深副总罗伟仁，敢若伫退休之前，早走台积电入内里申请制定相关的资料，打算要换公司去英特尔上班。台积电伫昨昏宣布要对伊提出告诉。继续来看自由时报，为了鼓励民众普通时出门伫国内旅游，交通部打算编16亿的钱，规划5大优惠措施，包括大饭店的优惠，结合大饭店去游乐园算门票免钱，才会好康。按算伫明年3月份要来实施。交通部即马表示，对明年3月份开始，普通时去国内大饭店出门去佚佗有相关的补助，要鼓励民众普通时休困来国内旅游。若民众是认为讲，也是应该爱对景点、交通这个基本面来改善，安尼咱国内旅游的意愿才会增加。宜兰打客真有名的汤围高公园，毋是假日的时阵嘛是有真侪民众来遮浸脚，真侪人拢讲比起来平常时的人较少，浸起来嘛较轻松。不要跟人家挤啊。就觉得假日省塞车这样。啊，对啊，我们英英没带纸啊。不过当地的大商讲，平常时含假日这游客数量是差真侪，想要炒热商机嘛炒袂起来。为着要刺激各地的热度，交通部要对明年3月开始，包括平常时的大俗含生日等等，拢有相关旅游补助，嘛鼓励大家加休假。国人，如果你有特休，可以在平日来休假的话，大家要勇敢去休假。好，那我们当然交通部这边能够做的是住宿的这个补助的方案，希望鼓励大家在平日去住。但世界指出讲，交通部的补助方案是希望民众加来利用平常时的大俗，另外各地的大俗计受相关的问题，伊认为必须要回归市场机制，尊重商业行为。另外民俗业者指出讲，假日的大房率会当突破90%，但是平常时是敢若占一半尔。对政府明年的大房优惠补贴方案，因是乐观其成。能够在平日那多一些优惠，那包括地方政府提供的相关补助或者是活动等等哈，跟饭店一起来做结合搭配，都可以吸引更多的客人。旅游业者讲，个人嘛是较惯势伫拜六礼拜假日去旅行，嘛互旅游资源实行，透过补助也是政策的奖励，提高因平常时去观光的意愿，才会当更较有效来提升各地的比例。记者综合报道。乡亲1万块领袂，最近大家拢有收到中央普发现金1万块，也来伫新竹的华山乡，当地乡亲各会当加领5000。这是因的乡公所因应美国关税甲汇率的关系，有编这条预算，昨昏已经开始分这5000大约有12000人会当领到。1、2、3、4、5。对。1、2、3、4、5。领到5000块红包，华山乡亲大人拢笑嗨嗨。加上中央最近发的1万块，华山乡一个人就有15000会当用。有一个阿伯厝内总共有9个人，一个领就是45000。有钱领，谁不开心呢？对，领到钱要怎么花呢？领到钱打算怎么花？去花5天1饭店。最起码是不是多了5000块，我们可以买很多日用品。新冠华山乡因应美国关税甲汇率的冲击，拜二开始连续3天发予乡亲一人5000块的生活补助金，
有资格领的人拢总有12000人，差不多爱开6000万的预算。这2-3年来的税基盈余啊，我们有将近6000多万，快7000万。所以呢，我就把全乡的人口数大概现在有12000人，把它平均下来，每一个人用税基盈余，我们发给每一个乡亲呢，每一个人5000。我们横山乡的一户大概有3到3.2个人啊一户，所以呢一户我们平常可以拿到中央的是3万，再加上地方的1万5，大概4万5。我相信这4万5虽然说对某些人不是多，但是呢对我们乡下人讲，这个45000块啊，至少可以让他们过1年的水电瓦斯等等。其实怀山乡伫4年前特别因为新冠疫情，一人发1000块的纾困金，过当年是各发一人2000块，今年各发5000块的生活补助金。有人牺牲，别人挂心财政的问题。记者狄君和新店报道。来关心桃园永门的文化街，伫早暗一间透天厝导火烧，住伫内底7个人是即时赶紧逃生。过程中有一个查某住户跳去1楼，所以受伤送病院。虽然即马火已经拍花，但过导火的原因也在调查。天暗暝大火一直冲出来，规栋厝都被烧了了。消防人员赶到现场，要出真侪条水线来拍火。为确认是毋是有人受困，会用推啊进入拢是乌烟的火场。拜日暗时，伫桃园永美区文化街一栋5层楼的透天厝，熊熊冲出大火，好佳在住户闻到臭味，赶紧逃出来。比较担心是我要小的，我来不及注意他，结果我有看到在楼上，还好他有出来，他没出来我怎么办？然后根本进不去，那个烟大到根本。更加乌烟也惊动周围的住户，厝边徛伫巷仔内底，烦恼火势可能继续燃烧。好佳在厝内7个住户拢及时逃生，不过有一个女性住户因为畏悬的所在跳到1楼的回部逃生，无细致受伤，送去治疗。消防员抵达现场时，1楼冒出大量浓烟，经抢救后7名民众均已顺利救出。到底火是安怎发生的？厝主怀疑可能是2楼漏水到1楼，靠电线烧拍电甩去拖到规栋厝。2楼漏水漏到1楼，可能刚好屋顶的水滴到那个电器用途，然后延长线之类的，然后造成走火。然后1楼可能易燃物比较多。好佳在伫半暝11点顺利拍花，一个火龙平安，真正的导火原因也搁爱等火调科人员调查，财损也爱等估算。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高雄真定渔港传出公安意外，这是业者请外包厂商用吊车吊猪哥车去4楼，有一个工人伫完全无安全防护的情形下，对大楼下过绑带要去驶这只猪哥车，结果呢，说人和车对4楼悬摔落来，工人送病院不幸过往。劳工局即马表示，业者拢无做安全措施，造成员工死亡会来甲罚，另外嘛会甲移送检方追究刑事责任。画面内底白色的货车拄驶出来，后壁落地，我甲熊有物件对楼顶摔落来，砰一声，互附近的民众拢走出来看。民众讲，对面的海霸王高雄分公司早起用吊车要吊堆高啊，去伫4楼，堆高机厂商的员工伫楼顶等要驶堆高啊，因听到声走出来看的时阵，人甲堆高啊已经摔伫咧涂骹。因为伊就是底下等，人堆高机吊到顶头，他要从上面那里开进去，他就掉下来了有没有固定住这个我就不清楚。板台，伊个开个板台就起落去啊，挂人嘛落来。伊个板台你就爱看落涂骹，看会好势，来开。你看无好势，你半空中开，你即马开去就半头天啊。劳工局表示，摔落来的是业者请的外包厂商员工，今年35岁生疏，去对高机公司上班才2年，送病院急救也是不幸过往。海霸王去年起新大楼，慢慢因为吊挂作业无下规定互罚钱。劳工局强调，要用板台吊对高啊，去伫楼顶一定要做好固定，甲防止落落来安全出事。这摆厂商若无做，生疏的员工嘛无戴安全帽、绑安全带，已经违反职安法，除了罚钱，还追究刑事责任。劳检处已勒令现场停工，雇主涉及违反《治安法》第6条第1项的规定，
将处最高新台币30万元罚锾，并将移送检察机关追究雇主的刑事责任。罗工局表示，吊车厂商甲对高机厂商的安全维护拢无做好势，两件拢会罚。另外，工务局讲，厂商要做吊挂作业无申请路权，这部分警察机关也会当按照度交罚，相关罚2,400。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阳昌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俄乌战争要安怎才会当收煞？即马俄和平计划28点，这28点乌克兰是无法度接受，所以新版呢已经改做19点，安尼敢无法度来停战呢？美国总统川普即马已经派特使去莫斯科，要和罗西亚总统普廷来见面。也那美国、罗西亚、乌克兰嘛拍算伫阿布达比针对这19点计划来会谈。三边敢会当作制度来讲，目前也唔知。对原本由美国、Russia 共同制定外团包含，Russia 上段要求28点防限经过顶一周月伫瑞士一个月修改做19点，乌克兰只是表示已经准备好一步。Framework is on the table, and we are ready to move forward togeth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th personal engagement of President Trump, and with Europe. And I'm ready to meet with President Trump. And there are sensitive points to discuss. 卫报分析修订了19点，更较接近乌克兰甲欧洲立场，强调尊重乌克兰主权，各国在承认。Russia 方面对比占领区的控制，美国总统川普伫北京的感恩节传统活动会给特赦仪式，对这份可能结束能够冲突有正面的信息。I think we're getting very close to a deal. We'll find out. 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到阿布达比甲 Russia 官员会谈，报道指出，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长布达诺夫也伫川普伫社群媒体答问，期待应甲泽伦斯基总统甲普廷总统会面。不过，刚才伫终止战争协议已经完成，或者是进入最后阶段迄时阵。Рассчитываем, что когда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сочтут свои консультации с украин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и с европейцами завершенными, они нас проинформируют. 这乌克兰外交官警告，割让领土依然是主要障碍，表示虽然部分基地已经强势，强调协议依然正远。虽然有阿布达比的谈判，美国北京正面相会气氛，无法度互和平赶紧到位，但是 Russia 乌克兰依然互相轰炸，造成重大死伤，反倒来显示局势依然严重。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也那南韩的总统李在明是出国访问，去访问中东甲非洲，目前来到上尾一站土耳其。伊是表示，北韩即马已经把南韩看作是元首人，因双方失去上界基本的信任，随时拢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为着模糊关系遐尔紧张，所以即马有可能会刺激北韩的措施，李在明拢决定要先按下。南北韩的边界沿线架设布满尖尖的有刺的铁丝网，这是自1953年韩战结束以来，毋捌看过的景象。南韩总统李在明出访中东甲非洲国家，目前来到最后一站土耳其。伊伫总统专机顶举行记者会，佮表示，南北韩即摆的关系已经演变做敌对对抗的关系，失去上基本的信任，也造成北韩对南韩采取极端的政策。 언제 우발적인 충돌이 벌어질지 모르는 상황까지 갔습니다. 그리고 남측을 국가는 적대적 두 국가다. 이제는 뭐 절전지 원수다. 이렇게 얘기하고 있지 않습니까? 일체 모든 연결선이 다 끊겼습니다. 일체 대화 접촉 자체를 거부하고 매우 위험한 상태죠. 李在明伫记者会表示，目前北韩已经将南韩定义做不共戴天的囚人，互人真遗憾。而且南韩前政府也捌派无人机甲放送头向北韩发声，想要互北韩人被动自愿的互南韩吸收，迫使北韩放弃原有的体制，转向接受南韩的政治体系。李在明讲，都是因为这款行为才造成当前的效果。那南韩要挽回，就要付出更较侪努力。 另外，由脱北者经营的民间广播电台，自由北韩放送，大致会向北韩大约2600万民众播放2点钟无经过审查的国外即时新闻，像对金氏王朝、西方的自由富裕生活等看法。因为北韩的民众平常时只会当接受国营频道，若叫发现收听相关可能会被判10年监禁。 우리가 보내는 거 듣는 걸 네가 하긴 했어 하는 사람들이 많아요. 거의 자유북한 방송이면. 하지만 저는 그렇게 생각하거든요. 한 사람이 들어도 그 용량은 해야 된다.
自由北韩放送的营运费用由南韩政府资助，也毋过为着援护甲北韩的关系，李在明暂停跨国广播的经费，目前自由北韩放送只当停播。另外开网站甲手机App 关岛。自由北韩放送负责人表示，因无毋忙照着内容杀到北韩政府，也认为北韩长期尾会有条件的开放对网络的限制，进一步稳准像中国、罗西亚也是越南等国家伫北韩设立办事处。也毋过，真侪观察家对这款的看法抱持怀疑的态度。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泰国的南部即马继续咧做大水，已经造成13个人死亡。伫宋卡府这个所在的这个灾区，即马泰国政府已经赶紧拨钱要去救灾。那伫泰南的大商会长邱永华伊表示，伫哈亚这个所在部分地区，水已经是淹过一层楼悬，连外道路嘛拢淹去啊！即马交通是袂顶袂动，而且尚无有5个台湾人即马失去联络。继续关心。彭博社有报讲，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媒体访问的时，伊是表示，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并无改变。伊阁讲，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按算明年会可能阁见面。来看法国的卢浮宫10月19光头白日发生4个歹徒，用7分钟的时间尔就偷摕走价值1亿200万美金的珠宝。法新社是报讲，这个案进前抓到的4个嫌犯拢已经起诉啊，也让巴黎检方经过调查，今仔日阁抓到4个人。镜头搁倒来国内，咱来关心8号选做外交替代役的林瑞雄涉嫌伫暗网卖毒品。去年过境美国的时候，美国抓起来，目前搁关伫当地等待判决。咱的检方即嘛当地伊调查，之前有查考伊不动产和伊的口座，冒约谈伊的老母，即嘛搁对林瑞雄发布40年的通缉。My name is Lin Ruixiang, undergraduat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 also consider myself a crypto enthusiast. 上节目点出专业知识，靠资讯专长协选外交替代役的林瑞雄，被派驻友邦圣罗西亚，因为涉嫌卖毒，去年过境美国，互美国逮捕搁较封起诉，伫当地关押甲单，当咧等待宣判。即马北检也对伊发布通缉。伊方列伫外逃名单，涉嫌伫暗网卖海洛因、病毒、古柯碱等毒品，搁较未向全球短几年赚超过30亿台票。林姓被告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案件，因被告逃匿，检察官于今年6月依法发布通缉。虽然伊伫美国关押，也毋过北检公布查册，定伫发动搜索，查考林瑞雄在台不动产甲口座，约谈伊的母亲列作洗钱被告，搁较对林瑞雄发布通缉，4号达到40年。我国刑法原则上采属地主义，但是呢，像是贩卖人口、劫机或是毒品等等，会引起世界公愤的罪。不管行为人的国籍或是犯罪的犯罪地是不是在台湾，都会需要受到我国刑法的处罚。台面上的理由要让后面的诉追比较顺畅，那不会因为有没有通缉这件事情，就影响到你后面他回来你要不要诉追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宣示的意义啦。北检大动作发布通缉，法界分析注重伫宣示，也毋过无论原因安怎，涉犯的毒品条例，尤其佫是卖毒，按照世界法原则，林瑞雄若伫美国可能面临封关，将来返来台湾了后，共款爱接受咱国司法机关的侦查甲审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南永康一间连锁的安亲班，即马有家长指控讲，伊6岁后生，伊的囡仔伫安亲班，互一个查某老师用手骨头甲断胸坎，害这囡仔胸坎乌青，佫讲会痛。也毋过老师有回回讲，并无体罚囡仔。目前家长是带囡仔去验伤啊。台南市的教育局已经开始调查，因为这间安亲班并无照规定来申报师资，所以已经刑罚负责金5万块。真侪囡仔下课了后，会去安亲班完成作业、复习功课。也毋过，为伫台南的这间连锁安亲班，煞互家长控诉，查某老师亲像用手后敲，弄6岁查甫囡仔胸坎，而且伫胸坎的所在留落明显的乌青。伊刚到厝的时候，伊就讲伊心脏会痛，安尼啊，阮就问讲啊，啥啦？阮姐就问讲啥啦会痛？伊就讲今仔写功课袂晓写，去老师拍安尼啦。
啊，就问囡仔讲，伊是安怎甲你拍？伊就讲用阻止啊，对因感觉断落安尼，差不多10分钟吧，拢无回，就一直讲伊只是动作较大尔。家属控诉，当初老师否定处罚，也无回失礼，讲只是动作较大一点啊，无细力去陪着查甫囡仔。这是看到囡仔受伤的分者，互家长真歹接受，真受气去验伤报案。验伤单顶面也写胸部刺伤，家属更较怀疑可能有其他囡仔方不当对待。我们绝不做任何形式的体罚，如果有，我们绝对不会宽待，绝对会严处。对，但是事情要讲求证据，我不能因为孩子的一句话就去让老师的辛苦被磨灭。面对控诉安亲班回应，当事老师甲学生斗阵拢真好，就监视器画面来看，无看到有类似处罚的行为，相关资料拢已经交予教育局甲警方调查。该司在11月12日起已暂缓到该中心静候调查，等待社会局完成社政调查结果。教育局将尽速召开不适任人员认定委员会，依情节认定1到4年或终身不得任教资格。台南市教育局表示，已经会同社工去查出安亲班伫骗过老师进前，无依照《儿少法》第81之1条第6项规定，检举文件报称核准，后手会依法裁罚负责前5万罚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昨昏11月25日是国际终止妇女受暴日。根据调查，有58%的查某医生捌伫工课场去拄着性骚扰，也毋过呢，敢若4.6%的人提出申诉。民间团体即马就呼吁政府着要重视伊家的性骚扰的处罚机制，嘛要建立申诉的管道。医界性暴力零容忍，预警惩戒不能等。各大医师和妇女团体25早起是联合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正视防指控性骚扰医师的监控和登记机制。因为根据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在去年做的医师工课场性别友善调查，有高达50%女性医师在工课场拢捌拄到过性骚扰，但是申诉率是敢若4.6%。这当然可能也是跟刚刚提到的一些权利不对等啊，或者是一些法律施行上的困难有关哈。除了医疗院所申诉机制无够透明，卫福部今年8月设立的医师人员性别事件资讯专区，内面的资讯嘛无够齐全，而且顶届启动伤过慢，处分嘛伤过轻，现行制度就敢若是保护的雨伞，恐惊会互被害者和唔知影的民众，同时间拢伫受害风险内面。有郎医其实事发后他更名字，甚至还有更名2次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在现行的保护伞下，他曾经犯下的罪行其实是被隐匿的。社会局如果有接到这个性骚的案件的时候，会在第一时间点就提供给地方的卫生局，好，那由卫生局来评估启动所谓的医师惩戒处分的作业。民间团体建议卫福部应该把性病防治的成效来纳入病院的评鉴，而且完整写出医师人员涉性病的资讯，订定登记指引和主动通报监督等4大诉求。对这卫福部回应讲，目前医师人员性病事件资讯专区是先连结2023年的性病3法修法了后的相关案件，另外修法进前的案件，目前当和司法伊在协调要进行破决书资料的收集。公视新闻综合报道。第二个消息来关心，屏东夜市有家友伫半暝趁点头收大时偷摕爱心捐款，尾仔警方是调监视器，即马抓到一个35岁姓张的查甫人。2半暝要4点，一名查甫人行挖进无人的档仔，手伸出来开始捡，去捡到捐钱的箍仔，甲箍仔摕起来，蓝衫仔倒出来，最后甲钱放入去家己的落地仔。代志发生伫屏东夜市，因为有的店头有放爱心捐钱的箍仔，因为金额无济，就无特别收起来，煞变成家友的目标。就是像杯子什么的就放下面啊。然后捐款箱也是就顺手就是放下面，因为捐款箱那个阿姨那个固定一段时间会来收。捐款箱，对，那的零钱里面的钱都全部收刮走。最近可能刚好有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就是知道有人就开始就像翻箱倒柜这样斗法，很麻烦。这个里长表示，其实屏东夜市的店头拢知影附近有家友，有时阵家友找店头讨，因会摕一寡蓝衫仔，互家友食饭，当做善事。毋过最近发现，有的家友会趁半暝仔收，若无人黑白晓，甚至会去拍开徛家的门，互附近的民众感觉不安，落尾决定报警。24日晚间发现张嫌行迹，当场带回说明，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
警方看监视器了，第二时暗时巡逻，抓到一位35岁姓张的查甫嫌犯，偷摕裤仔内底大约560块。警方提醒夜市摊仔甲店头伫收单了后，现金和关钱的裤仔爱收好势，避免互人偷摕去。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也伫高雄的中华路甲自由路路口有一座路，才短50公尺就10外个水沟仔挂，而且这水沟仔挂佫做伫路中央。有议员即马就批评讲，这座路实在是真歹行，而且佫真危险。市府即马已经要求水利局甲道工处爱伫3个月来改善。已经甲速度放慢的车辆驶过水沟仔挂，也是共款现的响起哭哭叫。高雄大城中华路接自由路这个路口，对西洋顶开始短50公尺，都有10外个水沟仔挂，而且拢是走伫路中，行4-5步都撞到一个。虽然毋是主要道路，毋过出入车辆真正多，登记货车搞来搞去，有的已经落超过4公分深。民众讲这座路真危险，来到车拢爱特别细致。水沟挂真正伤济伤悍嘛。对啊。啊，来到遮，你家己会特别做啥物安全的维护无啊？骑卡板的隔边啊。尽量喺狗仔挂这个7-5怪互白较好啦。安尼较安全咧，骑奥多巴咧骑啊，较袂偏啊，较袂冤啊，较袂路啦。骑车爱闪，赛车爱慢，拢是惊撞到窟内的危险。议员讲，这条自由路较早是灌溉到坎挂来做路，这个水沟挂拢走伫路中，规条路搞甲坎坎坷坷。有民众骑车经过，挡甲物件飞去。伊顶个月找相关局处来过勘，不过水利局甲道工处塞来塞去，甲单拢无叮当着，安尼甘着。开车想要开坐云霄飞车的，这个。百姓拢有咧反映，反映的时阵叫恁来会勘，一局我来等你局我就来等你安怎？百姓要看的是讲，紧甲问题解决啦，唔是你讲伊讲你呀。有3个月内把它处理好。就按照您的这个指示赶快来办。这个是对于居民的保障，而且目前这个地方呢，出入人口也蛮多的，我们也不堪有任何人有任何的损伤。副市长答应会要求水利局甲道工处3个月来完成道路改善。议员认为，若是无法度随做，上无爱先甲路面整好平，保障民众的用路安全。记者柯家族邱用高雄场报道。彰化有一个卖猫咪的宠物业者，即马互民众检举。东风所有去现场勘查，发现讲饲鸟的环境有影是真太高，而且佫有猫仔破病。业者是表示讲，这是因为伊去拄到投资诈骗，即马无法度好好照顾这猫仔，所以动物防疫所已经甲现场41只猫仔先带转去收容。一只猫仔放关伫笼仔内，但是有的猫仔精神无好，甚至佮破病。彰化一个卖猫仔的宠物业者，互民众检举技术不当饲养。业者表示，因为拄到投资诈骗欠钱，厝嘛要互拍背路，实在无法度佮照顾这的猫仔。AI 智慧投资的，我是投资大概第3个月就不见了，1个月至少都快要10万块的饲料费啊，就是一直在借钱啊。彰化县动物防疫所接到民众检举，前往稽查，现场环境垃圾，有的猫仔目睭甲呼吸道拢有感染的情形。业者表示，家己已经无法度佮负担照顾猫仔的费用。彰化动防所依照动保法，罚业者15000至75000，嘛甲现场41只猫仔全部带转去收容所安置。为饲主曾因遭朋友诈骗，无力负担动物费用，而无法于限期内改善，本所同仁考量动物福利，并避免猫只健康情形恶化，将猫只41只没入，送往本县流浪狗中途之家办理收容照护。彰化动物防疫所表示，已经协助业者申请结束营业。目前41只猫仔拢安置伫彰化收容所，会阁安排必要的健康检查甲治疗，完成绝育甲注射疫苗，等猫仔状况稳定，才会开放认养。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新北市有一个王先生，伊讲伊是透过食品中心去请1年的看护工，结果呢，做伊是无满意这个看护工的表现，所以想要甲伊头路。也毋过新北市的劳工局即马认为讲，两个爱先参详先沟通，而且讲人做无好嘛爱有证据。这个王先生甲民间团体是要求劳动部嘛爱来修法来保障雇主有停止契约的权利。纪录片影片一个介绍解说，希望让台湾的雇主会当了解无同国家的民情，建造更加友善的工作环境。劳动部特聘期间制度已经几多年啊，除了会当省中介费用，也当提供翻译、咨询等各种服务。
因过今年这个用特聘制度请看护义工的王先生、王太太，怎么拄到问题无法度解决？小姐，你没有弄饭吗？这个什么？因为妈妈中风爱人照顾，因想要请一个义工，互因小休喘一下。验过才发现，看护工态度不好，有当时妈妈只敢想要啉水，就等规半步，直接做申请废品，到怎么抑个无法度终止契约。只要他没有害我的家属受伤、死亡之类的很严重的事情，他没有违反法律的话，他可以任意的对我们的雇主摆臭脸，态度不好，把他放在旁边1-2个小时，反正他只要没有出健康的问题，他就不算是失职。验过正歹认定情形重大，证据也歹收集，当前家庭正受折磨。雇主协会讲，这是特聘制度系统性的缺失，呼吁应该建立看护无责任快速解约机制。包括我们这些文件啊，要不要健检啊，然后费用啊等等，都是仲介去帮我们居中协调。可是现在直聘他扮演的角度就是两边做了媒合，然后出了事情他也不管雇主，他也不管移工，然后我们就这样继续的求助无门。劳动部回应，雇主若是有照护需求，会当优先运用国内长奖资源，就像是选择引进义工，会当选择委托中介主办，或者是找特聘中心协助办理。针对个案，若是经过地方的劳动主管机关认定，义工涉有违反劳动福利法等依照契约负照顾义务属实的人，劳动部将会依法废止诉考，并且限令义工出境。记者综合报道。也若顶日连续有2个国中老师行底路，全校总昨昏开记者会，因是认为讲，这是因为即马老师较袂着着互家长甲学生来投，若是案件进入校事会议来调查，拢是爱2个月时间以上。或者老师是真切心，身心嘛真疲劳，所以呼吁政府爱检讨这个停事。顶礼拜，新竹有一间国中传出老师伫咧学校写落楼不幸过往，悲剧毋但即件。顶日啦，屏东有一间国中也有一位老师，技术工课压力受大，伫咧处理行底路。拜二全校总开记者会，不满地方官员拢是以个别事件，或者是讲案主有情绪困扰来推卸责任，根本就无要解决问题。教育部完全对这些事情，并没有任何的一个表示。那我们看地方官员呢？都是急着在澄清这是个别事件来推卸，并没有去了解现在教育现场的3高现象。根据教育部的统计，老师行底路的案件是一档比一档搁较侪。4年前8人到2年前已经来到19人，加2倍。全校总认为这和投诉的机制有关系。根据改评考核办法，学生家长若是感觉老师的做法无妥当，就当甲老师投诉；若是进入校事会议来调查，就是2个月，互老师的身心拢真疲劳。讲的较大声啦吼，叫学生补写伊的物件，你嘛去用投诉。所以即摆的投诉吼，以即摆的法律来看，你啥物代志拢爱用这个制度，啥物代志拢爱调查，老师就免教。全校总认为，教育部应该爱修法，全面废除校事会议，检讨规个处理方式，减少老师伫咧工课上的压力，避免老师和学生伫咧教育现场继续受制度的伤害。记者查选谢桂玲台北报道。镜头来花莲来关心花莲光复乡，因为进前放山污造成严重的灾情。复原了后，学校开学嘛已经过外月啊。啊，毋过呢，光复国中因为校车歹去啊，所以一寡住较远的学生即摆上课拢无啥方便。所以有民间企业将有爱心，因即摆捐一台巴士，要来解决这学生交通的问题。新的校车豆豆驶入来光复国中，学生拢真欢喜，因为为明仔载开始上下课都变较利便啊。你们这段时间你们怎么来学校上课啊？家长接送。如果爸爸妈妈很忙，你们就是骑脚踏车吗？还是请假？请假，就是在家就视讯上课吗？这台校车是游览车客运商业农业工会专人会馆的，会载学生上下课，上远的到东富村阿东木部落，差不多50个学生受惠。立法委员、李月琴委员呐，他直接找到我们全联会，那跟我们通知之后，我们二话不说在短短2个礼拜将车子准备好之后呢，那技术呢送到光复国中来。另外，警政署嘛捐体育保护的车，互光复相关汽车科的同学来实习使用。游览车工会嘛甲学校建议，希望当培育汽车科的学生学大台车维修的技术。学校目前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跟设施设备。
如果可以让我们东部花东的孩子到西部他们的场地去这个练习的话，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模式。无论是讲复国中，也是讲复上工，拢真感谢外界斗相共。不过学校要完全复原，差不多要到116年3月底，配合重建条例，才会当完成重建。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林宝树的家己分数，因即马伫阿里山的李家部落有设红外线的自动翕相机，月初呢时有去翕到石虎，是伫海拔1752公尺悬，这嘛是目前伫嘉南地区发现海拔上悬的石虎。初五透早4点半，红外线自动相机镜头前出现一只石虎，慢慢来行伫阿里山乡李家部落边国有林地，这是阿里山乡隔31年，搁一摆通报石虎出现。这一次的发现呢，也是睽违了31年以来，阿里山乡再次拍到石虎的影像。同时呢，它也是记录到了江南地区海拔最高的一个石虎分布的一个地点。林宝树家己分数甲家己县合作大田协会并扩大合作，以红外线自动相机记录，原本用来监测台湾乌心热点，所意外翕到石虎，即摆出现也写落嘉南地区石虎出现上悬海拔记录。因为过去石虎伫家己就有2笔资料记录，像2018年中部乡、2022年国道1号家己交流道顶较低海拔平地，即摆出现伫高海拔是真珍贵。年轻的公石虎，它开始独立以后，它的习性就是会要去找新的地方，当做它自己的领域啦，当做它的地盘。零星出现在一些比较远没有记录的县市，或是稍微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应该都是年轻的公石虎在探索新的环境。台湾石虎保育协会表示，最近2-3年，石虎活动范围扩大到新竹甲苗栗连接的乡镇，云林北边也有一寡乡镇发现石虎。因过几个研究单位针对个体追踪研究发现，石虎整体死亡率也是真悬，原本只存在的分布范围族群，无变得更较好。估计是有一寡区域的石虎族群增加，搁往外口来扩散，也是中部青线北地的生态地状况继续变坏，互形成个体往外面走退。其他生态地，所以出现蓝山的记录。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摆咧救灾，除了爱靠消防员，嘛爱靠搜救犬。昨昏伫南投德山就举办搜救犬的进程，副总统萧美琴嘛有到位，向搜救犬甲领犬员表示感谢。领犬员下指令，搜救犬拢会当完美呈现。国家 MRT 搜救犬能力真正活动，29到28，在南投德山的小红树中部闭园中心展开。即届有台湾18组，日本2组，计共20组参加。科学项目包括36点钟连续搜救任务，地方去建筑土石流灾的灾害场景模拟搜救。小红树特种搜救队强调，搜救犬必须通过 IRO 初级考试、2届中级考试，而且在8岁以来通过高级认证，才有资格参加 MRT 认证。用狗理解的方式去跟他好好的沟通训练的话，其实各个科目都是有办法突破的。好，了解我们的领犬员，谢谢。副总统萧美琴也亲自发送给参加认证的搜救犬，鸡腿造型的佚佗物仔。咱台湾的搜救犬有归纳届国际任务的经验，包括112年土耳其地震时就救出2名受困者，去年也参与控诉控3华人地震的救援行动。在 MRT 真正的开幕式，副总统萧美琴也在致辞当中表达对这搜救犬队伍的感谢。谢谢每一位领犬员、每一位教官、志工，以及我们所有的汪汪队伙伴，再一次致上我最深的谢意以及敬意。你们是国家最坚定的力量，也是我们人民最安心的依靠。内政部表示，未来引进 AI 定位，建立高科学化、系统化的搜救训练模式，也甲其他国家搜救单位互相交流，联合训练，深化国际人道救援合作。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伫邦桥的浮洲啊，英国上界出名的就是万年花茶。当地的台湾幼稚园为着要互囡仔知影万年花，也佮有在地故事，即马有创作一条台语歌，要来保留在地基地。
这首台语歌的旋律，大家应该真熟悉。这首台语歌是对囡仔歌小提琴改编来的。新北市大馆幼儿园伫咧新北市板桥的蒲洲啊，幼儿园以万年花做主题，老师和囡仔做伙填台语歌词。一寡人讲台语，阿公甲阿嬷愿意甲囡仔来讲台语，甚至是咱的老师嘛是拢。开始有学台语的语言，咱会较晓唱的像小星星啊，吼，啊个遮个歌曲咱较接听的，甲台语的歌词投入去。园长讲，板桥蒲洲啊，过去上出名的就是万年花茶。今年带囡仔伫咧社区行大的时，一阵囡仔叫万年花的香味吸引，所以学校决定带囡仔甲万年花的基地找回来。2、1，请揭幕。这把万年花的图，就是幼儿园的学生和台湾艺术大学的学生斗阵画。最趣的是，就是迄囡仔，伊是咱叫伊安怎画，但是伊一定袂安怎，一定会照家己意思画。所以咱爱帮伊修尾。除了画图、唱台语歌，学校也重新伫咧校园种万年花，希望囡仔伫咧花棚中看见土地，感受文化的力量。记者陈亚轩、林旭凯新北报道。即马年底啊，因为就是耶诞节啦，不过唔是所有耶诞节的活动拢是温暖的气氛。亲像伫斯洛维尼亚，因就按照传统举办恶魔上街头的游行。羊头的恶魔也定期出场，搁冲起场边吓惊人，引起大家惊甲哀叫。斯洛维尼亚首都伊北的戈里查内，日暗魔鬼出动，那亲像欧洲中原的场面，是耶诞节的恐怖传统坎普斯之夜。坎普斯是欧洲耶诞传说中一个半羊半毛的角色，专门伫耶诞佳节修理伤热的囡仔，加发礼物予乖囡仔的圣尼古拉工厂出现，会当讲是耶诞节传统的对照组，一个扮白面，一个扮黑面来教囡仔，只是做恶魔的代价不只大。做一届耶诞恶魔，敢若穿插都爱开大票72000起跳，真正贵爽爽。啊，不过也是袂少人逐年拢会开钱来假做鬼，甚至搁加赌会早道具来互大家搁较惊。这个捌互罗马天主教想要禁止的庆祝活动，到即马煞变做大人版的万圣节。公司新闻林义竹编译。关心天气，来看各地头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是22度。中部的温度上加是15度，上悬有27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4度。外岛14度至21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